后来，这礼拜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，这个早暗的温差差到有10度到15度。明仔载开始，北部会落一寡零散雨，中南部是多云到好天。下早天气真好，多位民众虽往穿羽绒袖啊，不过内底穿短袄啊，会安尼穿，真正是气温变化小大。气象局讲，这3天北部温差会差10度到15度。那在温度的部分的话，其实未来一周的东北季风其实并没有说太强哦，所以在各地，尤其是在中南部的高温都可以来到26度、甚至27度。但是清晨的话，还是有一些辐射冷却哦，所以在低温的部分，大概还是在15度、16度左右而已。未来这礼拜，这个暝温差大，全台湾温度到黄昏时啊，地当凉冷。气象局预估，北部低温会来到15度，高温25度。拜一到拜四温差较大，拜五到拜六受到东北季风变强影响，高温会降到23度。这礼拜全台湾温差上大的所在，主要伫咧中南部，低温伫咧15到17度，高温是27到28度。东半部地区低温伫咧17到18度，高温20到25度，温差无大。说落来，落雨方面，食方面。北部、东半部地区，拜二受到东北季风变强影响，有所在会落雨。北部跟东半部的天气，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强度的关系，有时候天气上会比较阴雨一点，但是有时候天气上又是比较稳定一些。而至于中部跟南部呢，因为都处于背风面，所以整周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。这礼拜这个暝温差大，提醒大家出门拢要加套一领衫，安尼较袂去感到